想投資工商鋪又唔想有空窗期，年租約盤源係你嘅精明選擇。年租約就係話物業賣出嗰陣已經有租約，買咗之後即刻有租金收入，唔使擔心物業空置，特別啱中意穩定回報嘅投資者。同住宅唔同嘅係，工商鋪嘅按揭成數唔會受租約影響。銀行審批主要睇物業質素同估值。作為投資嘅重要指標，租金回報率點樣計？計法好簡單。全年租金收入除以物業買入價再乘100%。舉個例，長沙灣一個工廈單位賣1210萬港幣，每月租金5萬蚊，全年租金60萬，回報率大約係4.95%。專業投資者仲會用進階版公式，將年租金淨收入減返年度開支，再除以買入價同入手成本乘返100%。入手成本包括經紀佣金、律師費同印花稅等等。年度開支就包括差餉、水電、管理費等。年租約盤源嘅好處係即刻有現金流同低風險，但專業投資者仲會考慮印花稅、差餉等開支。想知多啲詳情同高回報盤源，點擊下面嘅連結了解詳情，或者揾美聯工商鋪團隊攞專業意見。記得 like 我哋條片，訂閱我哋美聯工商鋪 channel， 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啦。